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7日公司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国内今日煞8天拢无本土病例，明仔载会阁有一批 BNT 加莫德纳疫苗送来台湾。最近中共军机对咱国威胁愈来愈大，美国总统拜登讲习近平同意遵守台湾协议，国务卿布林肯嘛呼吁中国停止威胁。新闻一开始来看，咱国内今仔无新增加本土病例，嘛已经连续8天拢无本土病例啊。今仔嘛无死亡的案例哦，有4例境外病例，疫情是真稳定。另外，明仔载除了有 BNT 疫苗到位哦，阁有一批莫德纳嘛送来到台湾，来听指挥中心伫下晡上盖新的说明。好，现在是没有本土病例，那境外移入4位，那没有死亡的个案。那到今天我们本土个案总共连续有8天是没有本土的个案。好，那疫情已经相当的稳定。明天相对的BNT 还是会持续再来。好，那莫德纳也会再来应该是明天这有各一批会来。虽然我确定的在跟大家报告会尽快来。我想大概现在之前的经验大概都要10天。应该是说还要再针对它的定序的资料，要明天才会出来那定序的结果，到底 Delta 那到底跟国内的部分或国外的有没有什么相关的部分？然后还有这个疫调这边我们都还会再做进一步的调查。第10轮的疫苗嘛开始注入，有4款的疫苗会当选哦。头一剂 BNT， 第2剂莫德纳、高端加 AZ 哦。指挥中心昨嘛宣布讲 BNT 要阁开放61岁到63岁民众来登记。另外，鸿海集团的创办人郭台铭讲哦，今仔跟明仔载2天嘛阁会有 BNT 疫苗送来到台湾，数量哦大约是160万到180万剂哦。今仔透早5点外嘛阁有一批 BNT 疫苗。88万外剂送来到台湾咯。华航CI 62航班载运 BNT 疫苗，初7透早5点34分来到桃园机场，地勤人员将疫苗卸落来，海关官员伫机坪完成验放通关，随即运送领毒物流中心进行后续检防检作业。其实，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已经伫面册透露，这次82天会有 BNT 疫苗来台，合计数量大约伫160万到180万剂之间。指挥中心也宣布，第10轮 BNT 加开61岁到63岁民众有约注射，不过有约时间只有1天，初7 10点到下昼6点为止。如果有再持续有这个 BNT 来的话，我们在就往47岁以下开，所以很有可能这个整个年龄层都包括住了。要加的话，应该是从22号之后开始加上去了。莫德纳往那边。部分大型疫苗注射站会同时注2种不同品牌疫苗，有分注 AZ 疫苗座位区，甲莫德纳座位区，都惊搁突袭注唔到疫苗。注射流程真谨慎，也毋过未少民众不满。莫德纳疫苗第2剂拖伤久，烦恼无保护力。上次打到现在3个月零2天，都是很无奈的情况下打的啦。因为3个月超过了期效，搞不好效果都没了。指挥中心表示，咱国今年总计家己买605万剂的莫德纳，还阁有346万剂还未到货。强调后一批莫德纳来台了后，会先予7月16以前注完第1剂70岁以下民众注第2剂，占70万人。另外，立陶宛捐赠台湾第2批 AZ 疫苗，总计23万5900剂。初5为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启运，初7将会运到台湾。记者综合报道。指挥中心宣布讲，10月初5开始爬山只有社交距离地档唔免挂喙罨。也毋过，台中市政府是认为讲山区的游客真侪，所以决定讲市政府管的山区嘛是爱个继续挂喙罨。也毋过，山是中央主管的，所以民众是无傻傻。台中大溪一早起就有真侪爱爬山的民众来报道，但是对于爬山爱挂喙罨无，每一个人接到的信息明显无共款。中央已经开始讲有宣布讲，伫10月5号爬山就免挂口罩。市政府决定
怎么做，因为这边是市政府在管辖的啊。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日前宣布，10月5号起，山林之间的活动只要有保持社交距离，就会使免挂喙罨。但是台中市政府管理局认为，市区的高山游客真多，因此台中市管的山区爬山也是爱挂喙罨。民众若无听可劝，相关会使罚15000块。台中市全馆登山步道属于郊山地区，为人潮易聚集之休闲景点，不易保持社交距离。为确保登山民众健康安全，民众于登山步道范围内仍需佩戴口罩。东势林区管理处在台中市所辖的登山步道有非常知名的，像是谷关七雄，还有鸢嘴山，以及我们大雪山跟八仙山辖区里面所有的森林浴步道。我们还是会依据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的，在山林空旷处活动的时候是可以有条件的拿下口罩。对，我觉得有点困扰，但一方面说要戴，一方面又说不用戴，对，有点搞混。台中市内的山区有分中央管的，也有地方政府管的。爬山喙罨的防疫措施是一市两制，山友是完全错乱。笑讲爬山进前爱先查好清楚，脚踏的这粒山规摄人管，以免健康无顾到，向罚钱也搁气歹身体。记者台中报道。5月更10月7日，地档开始领来开路，花莲丰滨乡公所得另外加发现金1000块的防疫物资消费礼金，要让偏乡的地区的民众有现金通开。为了体谅乡民疫情期间减少收入，甚至有人失业，丰滨乡公所为7日开始伫新社村、基基村发放1000块现金。7日开始伫丰滨村、港口村、7日伫静浦村，乡民大部分拢讲，一旦领到500元进前，加领1000块拢真欢喜。心情觉得很好，心情觉得很好。谢谢乡长。会用这些礼金啊，会存起来还是会买小朋友的东西？很高兴。会把它存起来，还是会买东西？如果没有用到的话，给它存起来。这1000块是丰滨乡公所为预算当中编列的，经过统计，拢总有4339个民众符合资格。预定要发放439万，只要6月底前，户籍伫丰滨乡的民众拢会当领。加政府500元无共，互偏乡民众有现金通用。其实发放现金对我们原乡部落的长者才非常的有感虽然是1000块不多但是在这个时候让他们有一个1000块，可以买自己想要的东西以及营养品这个其实是我们最需要能够照顾到他们的公所是讲，领做无领礼金的乡亲，11了后会当到乡公所民政甲行政区来领，上班31号截止。超期无领就当作放弃。丰滨乡是花莲第2个加度发现金予民众的乡镇。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政府今仔嘛宣布讲，伫国庆连假，民众会当用200块的5倍券来换400块的上款牙齿仔券。市政府强调讲，连假的上款牙齿仔券是头一波尔，后续会阁继续规划。拜6礼拜就是国庆连假，今年国庆宴会伫高雄举办，加上配合第3领振兴券，为着伫国庆连假抢第一波振兴商机，高市府7号宣布，连假期间民众会使摕200块纸本振兴券，到指定的地点换400块的店家牙齿券。但所有业者现场反映，感觉换的时间伤短。登记都无还未登记，其实太仓促了。我是感觉政府你办这200换400，实是足好个，大家足欢喜个。但是有时你敢若阮昨昏出去小宣传一下，互咱换免死啦吼。民众向店家反映，还未登记振兴券，加开放4天的话，第2波登记的人会领袂到。警方局表示，后续会阁开放，但引起争议的都有高雄券，因为市府进前公布网络数量达有10万份，互办网络的民众感觉无够无公平。警方局澄清会看换的状况调整。一开始的规划是限额10万名，但其实市长也有提到，如果今天大家真的都来到高雄，不论是透过刷卡或者是电子支付的方式来做消费，绑定我们的这数位振兴5倍券，那当然在相关的这个加码，我们也会同步的来做考量。疫情影响真侪产业，和各县市政府拢想尽办法，希望把振兴券的消费留伫家己的县市。但要安怎做到大家拢欢喜，就要看地方政府各自的本领啊。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
这礼拜六礼拜哦，就是国庆连假，今年第17号的风台西亚山，佮有第18号的风台圆规，敢会影响咱台湾的？气象局表示哦，今仔早起8点伫南海形成的热带性低气压，目前是往越南的方向前进，慢慢离开台湾哦。另外，一个位伫菲律宾东方海面的低气压正在发展哦，有可能会影响到国庆连假最后一天的天气。全台这礼拜受到偏东风的影响，加上随着南方风系北移，各地云量拢有增加。位伫这方面的基隆、北汉华、东半部地区、甲恒春半岛、甲大台北东平，有时好天，有时落雨，尤其恒春半岛目前观测到有局部较大雨势情形。伫温度方面，东北部高温大约30至32度，西北部高温会来到34度以上。也因为比较像是典型夏季的天气形态哦，所以在中午前后温度还是比较闷热。我们预计今天在桃园呢，可能会有局部地方温度会来到36度左右，而西半部地区在还没有下雨之前，近中午的时候，高温都会有33到34度。因为南海到菲律宾东方海面是大低压带，温系发展真旺。伫台湾西南方早起8点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形成，往越南甲海南岛方向前进，渐渐远离台湾。不过有一寡风系会往北刷到台湾的顶面，造成东北部地区犹原有短暂的雨势。要注意的是，台湾东南方也有一个低气压正在发展，可能会影响到国庆连假最后一天。预计在11号，也就是连假最后一天，会逐渐的往吕宋岛以东的方向接近。那甚至到12号、13号的话，可能会是比较偏向巴士海峡，离台湾更近的状态。所以连假最后一天，北部跟东半部的降雨几率会增高，而且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国庆连假初9、初10，伫东北部地区、恒春半岛甲基隆北海岸犹原有短暂阵雨。不过其他的地区天气相对稳定。气象局表示，天气转变将是11迄天，东北风增强，加上低气压倚近台湾。北部、东半部雨势会搁较明显，中部甲南部是维持多云到好天的天气。另外，更有可能形成风台，犹原有真大的变数。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立法院的内政委员会今仔审查公投无在籍投票相关的法案哦，在野党哦甲行政院嘛拢有提出无同款的版本。国民党立委林为洲是表示讲，国政党拢同意赶紧实施无在籍投票，望讲会使量早来三读通过，年底的公投地当开始。也毋过，中选会主委李进勇是表示讲，规划电子系统至少要9个月以上的时间哦，年底的公投应该是袂赴。迎接年底12月18四大公投，为着更较便民，也甲提高投票率，立法院拍算修订公投法。在野党甲行政院原来阁提出公民无在籍投票的草案，国民党立委林为洲指出，四党团拢同意赶紧实施无在籍投票，鸟共识都支持行政院办的移转投票，甚至直接交付2读，并3读通过，赶伫年底公投。也毋过，中选会主委李进勇切切甲外界会室内表示，真正袂赴。准备的时间都要花上几个月了，而且还有关于相关的这个系统的建制，那可能要的时间还会更多啊，所以很抱歉，真的是年底的这个公投是来不及适用。民进党一定认为说我们就是为了公投啊，其实那个只是一部分而已。最主要是疫情。中选会估算，全台湾有1980万人有公民投票权，当中受到工作、学业也甲做兵的影响，有200万人是无在籍投票的潜在人口。草案明定，民众必须爱伫投票日60天前申请移转投票。李进勇坦白讲，建立电子系统至少要9个月以上，一定赶袂赴年底4大公投。但是行政院版本敢若纳入公投，并无适用公职人员选举，也甲总统大选。立委是质疑行政院是自我限制。正副总统的选举罢免及公职人员的选举罢免，那为什么不能适用？他们必须要做的因应准备各方面的这个考量，也比我们公投要复杂。包括在矫正机关，包括在国防部的这个军营，那包括就是说其他的这个执勤的场所，能够设投开票所。诸位，你的态度？特别的投开票所，这也是一种方式。一旦草案通过，亲像收容所甲军营，拢适用移转投票。国防部甲法务部拢会支持。
对必须都要设立投开票所，认为这方面有困难。对这代志，立委建议行政院要举行跨部会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台中的第二选区，台湾执政党的立委单批为罢免案，10月23特别投票。台湾执政党今仔去台北地检署控告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引用错误的资料，批评单批为是3名立委表现了真歹哦，讲这是故意要操作罢免的结果。朱立伦是回应表示讲，执政党是浪费司法甲社会资源，呼吁选民用选票来检验。我们要控告朱立伦主席违反选罢法104条。台湾基进党主席陈玉泽到台北地检署申告，有关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引用错误资讯，指控党籍立委陈碧维是060连结案应通过3名立委，是要操作选举罢免结果。其实打从这一场罢免开始，它就是一个报复性的罢免，从来就是激进党单方面的挨打。而且这个挨打的过程里头，其实是对陈柏惟的进行人格毁灭。其实没有涉及到球场，而是希望刑法透过刑罚的方式来让朱立伦的散布谣言这样的一个情况获得一个制裁。陈玉泽强调，民一直予人对咧拍，这摆提告是自卫行为，爱司法体制先予台湾基进党一个公道。朱立伦也输人唔输阵，浪费司法资源，浪费社会资源。10月23号，我希望所有的台中海线屯区的这些朋友们出来投票，用最理性的选票来检验。陈碧维是台中第2选区立委，对外团陈碧维若是被罢免通过，台湾基进党会推动罢免前国民党主席、台中第8选区的国民党立委江启臣。台湾基进党后阵强调未主动，也未去推动无正当性的罢免。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今仔早起颁发勋章，予法国参议院的友台小组主席理查，感谢伊对台湾的支持。总统嘛接见澳洲前总理艾伯特，艾伯特是强烈来表达对台湾加入 CPTPP 的支持。另外，针对最近中共的军机对咱国的威胁是愈来愈大，美国总统拜登之前有表示讲，习近平有同意遵守台湾协议。目前人伫巴黎会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嘛呼吁中国停止威胁甲破坏和平的行为。恭请总统授勋。总统撰文颁授特种大綬庆勋章，予3摆访台的法国参议院友台小组主席理查，感谢伊这几年来继续关心台湾，佮唔惊压力，坚定访问台湾，是台法关系开拓者。理查也表达伊支持台湾的立场。Nous avons été d'autant plus décidés à accomplir, à exprimer cette position, qui est partagée par heureusement beaucoup de nos amis dans le monde, du fait de la contribution essentielle de Taïwan à des champs importants du progrès humain. 借这个机会，我要感谢法国在国际场域关注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且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当时来访问的澳洲前总理艾伯特甲总统蔡英文见面的时阵，也讲到台湾受厝边威胁，民主国家应该团结做伙，佮强调绝对支持台湾加入 CPTPP。And I do note that Taiwan is challenged on an almost daily basis by its giant neighbour, and I do hope that your application will be welcomed by its existing members. 澳国甲法国拢支持台湾。美国总统拜登进前讲到，习近平当时遵守台湾协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向媒体问的时阵，无解说名词，啊，不过表示对台承诺是真坚定。美国正观察中国伫台湾周边的军事抢夺活动。We strongly urge Beijing to cease its military, diplomatic, and economic pressure and coercion directed at Taiwan. We have. The United States has a commitment to Taiwan that is rock solid. 美国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也伫瑞士甲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会面。苏利文也当面甲杨洁篪表示，美国会继续支持台湾自卫，反对政府改变现状的单边行动，双方也完成协商。美国总统拜登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伊伫今年年底进前开视讯高峰会。记者综合报道。
昨天公布2021年诺贝尔化学奖哦，是开发出无对称有机催化的2位科学家，德国的班杰明·李斯特，和美国的大卫·麦克米兰得奖。那么，做回来了解，因的研究有啥物特殊的贡献？伫德国马克思普朗克研究所担任所长的班杰明·李斯特真欢喜接受恭贺。伊讲大概伫11岁左右，就发现家己对化学真有兴趣，佮相信科学有法度回答所有重要的问题。Ich hatte glaube ich, damals so ein kindlich-philosophisches Interesse. 都因为这种热情，伊甲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麦克米伦，将科学家过去认为敢若金属甲加速这2种催化剂的概念大转变，开发第3种催化无对称有机催化。Andere Art von Katalysatoren zu verwenden. Nicht die bis dahin etablierten Enzyme, die haben sie in ihrem eigenen Körper, zum Beispiel die helfen ihnen bei der Verdauung. Und auch nicht die Metallkatalysatoren, die man zum Beispiel einsetzt, um Benzin herzustellen, sondern eine komplett neue Art von Katalysatoren, organische Moleküle, Aminosäuren zum Beispiel. 伫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校园，另外一个得奖者大卫·麦克米兰也甲同事讲到家己的研究。伫苏格兰西部大汉的伊，工人阶级家庭出世，伫一间叫做贝尔希尔学院受教育，接受丰富多变化的脑力训练，以后专攻化学，对催化有真大的兴趣。It's unbelievably exciting to be involved with a science that what you do on a Tuesday can have an impact on a Friday. 瑞典皇家科学院指出，2个人的研究发现，小有机分子就会当引动一寡化学反应。主研究人员会当建构出为新药到太阳能电池中掠到光的分子，亲像用伫做药就会当改善药物合成的准确度，建构分子结果更加准，也会当带来低成本、更加宽倍的优势。另外，这2个诺贝尔奖得主甲台湾的中研院原来有真深的关系。捌先后伫2006甲2017年得到中研院周大书先生纪念研究会的奖项，其中李斯特伫2017年得奖的时阵来台湾领奖，也搁伫会后前往亚洲佚佗。公司新闻黄韵玲编译。咱人受到马拉利亚这种传染病困扰已经几啊千冬了。最近世界卫生组织批准全世界头一款的马拉利亚预防针哦，非洲的囡仔会诞生大规模来自。目前，伫全世界有94派马拉利亚确诊加死亡，是发生伫咧有13亿人口的非洲。即马有一个好消息，由格兰素史克药厂开发，2年前被证明有效的 RTS 疫苗，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批准，会当伫非洲大规模替囡仔注这种疫苗。This vaccine is a gift to the world, but its value will be felt most in Africa. It has broad reach to children, including the most vulnerable, who may not use a bed net. 伫咧以前，马拉利亚会当预防，掩过无疫苗。世界卫生组织讲，自2019年开始，伫加纳、肯亚、马拉维对超过80万的囡仔进行探索性免疫计划成功了。所落来会伫规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抑个其他中东东疫区大规模实施。虽然 RTS 是第一个被批准的马拉利亚疫苗，掩过防护了即个3成，爱注4剂，保护了几个月就会消失，掩过是对抗马拉利亚的希望。We're confronted with an extraordinarily complex organism. It's an eukaryote, it's a parasitic disease, even if it is only 30%. Now that 30%, given the magnitude of what malaria represents, is probably one of the most impactful vaccines that one could actually use in Africa right now. 伫非洲，马拉利亚比新冠病毒造成更加大的危险。世界卫生组织估计，伫咧过去18个月，有21.2万人因为马拉利亚死亡。2019年死亡人数是38.6万人。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讲，马拉利亚比新冠病毒更加隐蔽、更加复杂，甚至会闪开人体免疫系统的防护。这是为什么人体伫咧得到有限的免疫保护进前，会来来回回一直被感染。马拉利亚是一种由玉斑虫所引起的传染病，和带源的蚊仔叮到了感染，上严重可能会造成急性脑病变，抑个昏迷。公司新闻黄韵玲编辑。有人讲，新加坡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咯。最近伫新加坡的路面出现一种巡逻机器警察，因主动发觉讲，敢有人违反防疫，伫结婚区食薰等等违规的行为哦。有民众是认为讲，安尼会当来提升社会安全甲秩序，也毋过嘛有人权团体批评讲，机器警察有侵犯人民隐私的疑虑。
机器警察伫大街小巷提醒民众保持相关防疫措施。这是新加坡政府上新的监控装置，一台叫做 Xavier 机器人，主要功用是侦测不良社会行为，佮向民众发出警告。To ensure the safety in the society, so if there's anything happen, I think still got the footage to track back. Yeah. 我觉得还是有需要啦。虽然说新加坡安全，但是邻里也应该也会有一些其他有些我们想象不到的事情会发生嘛。所谓不良社会行为，就是违反新冠病毒防疫社交距离规定，伫唔是食薰的所在食薰，乱停脚踏车顶。伫9月为期3礼拜试验，有2个机器人负责巡逻这个主题区，甲一间购物中心。新加坡被俄罗斯世界上上安全的国家之一。550万人口的岛国有9万个警用摄影机，到2030年，这个数字拢会变1倍。有民众表示，看到巡逻机器人伫街仔顶执法，就想起电影《机器战警》内底迄个机器人的反乌托邦世界。It's dystopian because of the extent to which we are visibly surveilled. But I think that what's more dystopian for me is that it is normalized and that people are not responding much to this at all. 人权团体佫指出，新加坡的法律无去限制政府监控人民，因为隐私权做着牺牲。大家对家己个资如何被利用，因讲是无控制权。公视新闻陈慧仁报道。来看阿富汗和塔利班控制了后，电视节目是有真侪限制哦，所以变甲真歹看。当地人哦，拢出要买卫星天线，要来收看外国的娱乐节目。店外店内菜真侪大大细细，敢若盘的接收器。这种俗称小耳朵的卫星天线，伫咧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怎么卖了真好？因为保守的塔利班政府上台了，电视变了真歹看，所以怎么民众拢改看外国的电视节目。میخرن ولی میخرن پیش میخرن ابو کسی که گنجایش و بازار خمازیش هم نیست بازم انتظار کسی که دارم میتونه خودش برسه میخرن میخرن به خاطر از اینمی چینل‌های سابق چینل‌های قبول بود حالا اون چینل‌های خواندن و گپسکال کار نیست هم چینل‌های تفریحی نیست حالا کلی به خاطر از این چینل‌های تفریحی رو بود میخرن电子产品的业者讲，伫咧过去一个月，阿富汗的经济乱糟糟，像因店内真侪物件销路拢无好。不过卫星天线是为甲写叫，虽然无详细统计数字，不过喀布尔较大型的店讲，订单到什么要甲上100件，较细间的店也讲，捌一天就卖4组。Nada شوي. Terus كم وزارة نياداغنا terus ممكن تستعمل نظرة على ممكن اللي بيشتغل شهر بنكي. يعني دي ممانيات وكياغو terus جاسني دي بيلي. 塔利班即马是也无禁止卖卫星天线，因进前讲只要无违反伊斯兰教法，遵守文化活动，不过敢会讲一套做一套，也怪看。因伫20年前执政的时阵，不禁止电视、商业音乐甲游戏，那违规的会被公开处罚。公视新闻齐冠玲编辑。再来看咱国内的新闻哦，台南市第2分局传出讲有警察车原厂的发电机，和私人的保养厂换做二手的发电机哦，所以常常喺歹，常常喺修理。警察局要求调查，这间保养厂嘛，互依照早起做上班咯。只要接到勤务，就要随时出动。警察车是警察勤务当中上届袂当欠用的工具。不过，所传出台南市警理分局有2台警察车去保养时，互私人的保养厂甲车顶的发电机换做二手的，造成警察车就要不时上修理。经过反映，代志才曝空，警察局是下令调查，也甲保养厂按早起做函上。我们在外保养的这个车辆就发电机有被更换为非原厂组件的这个状况，那进而影响这个车用晶片，那使得整部警车的这个妥善率都不佳。台南市警理分局表示，车顶发电机互人换做附手的零件，发电不足，长期损害到车内电子晶片，规台车发电拢无稳定。问题就出伫咧保养厂偷换二手品。实际探问保养厂业者表示，发电机要换做副厂，通常拢爱先报价，经过分局高层准过才会换。这代表讲，警方拢知影换的是副厂的发电机，合作超过10年都无问题。但是用早起做甲上班，感觉是真无奈。其实因也无规定讲一定要换正厂副厂啊，我嘛足无奈啊，我嘛唔知怎样办啊，我嘛家己嘛唔知啊，因为我修理车修理遮久啊，我嘛要拄着这款情形啊。
哦，你若讲今仔去用炸机来甲经办，我若讲今仔物件我无甲换。你要看证件。哦，也是我甲换旧的落，安尼我唔对啊。所以你要换这个零件，伊嘛拢知影。因拢知影，顶面拢知影，我免那核准，免那核准啦。台南市警力分局目前拢总有37台警察车、156台机车，一年维修的费用大概是150万，但无特别规定警察车维修定定要换正手的零件。现时发生这种案例，也代表讲警察车维修的经费长期按无够的问题。台南市警局表示，会尽力解决，防止类似的案件搁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主计总处昨公布9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是2.63%哦。过去8年半来起上侪一个月。主计总处是表示讲，这是因为国际能源的价格甲咱国内落大雨，造成菜色的价格飙悬哦，所以这2个月指数会起较济，预计10月份就会较稳定咯。长期欠工，搁拄到出口大会，机器设备制造出口商董事长亲身来赶工。只是各国拢伫疫情的冲击之下，原物料甲航运费一直升悬，连带服务价也拢起悬，引起通货膨胀的烦恼。中小企业是真艰苦。所以从之前我们跟客户签约到现在已经涨了5倍。也就是说，我本来一个货柜本来1万块，现在涨成5万块。我们目前为止都是自行吸收，但是非常辛苦，因为我们的企业不够大，所以不够硬，没有办法说像大企业说，哎，你就来，不来就抬安尼，这种心情。国际能源价格起价，主计总处也公布9月 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是2.63%，创8年半新高，互各界烦恼数字型通货膨胀的问题。尤其是国外商品或者是生产要素价格起价，所引起国内物价继续起价现象。对此，主计长朱哲明伫立法院表示，9月 CPI 起的幅度较大，主要是积极因素，油价起价加上大水雨影响所高价销售指数。会不会引发通货膨胀啊？去年这个时候的是负的，整年的数目字物价上涨是负的，所以今年就会比较高。如果用105年当基期，当这100的话，现在的物价整个的物价指数是105.09，所以5年只涨5.09个百分点。那我们认为说这个会比较一个是怎么样，会趋缓。朱哲明表示，目前 CPI 有368个价销项目群，接近一半商品有物价起价兼顾性，亲像公共事业费率、医疗费用等未有真悬的起的幅度。数字性通货膨胀是因为国际油价起价，毋过中油有油价袂当起的限制，对油价起价是毋是指数物价起价会密切关注。记者综合报道。明年的基本工资刚会起的，明仔载就有结果。早起劳动部长柯明春伫立法院指出讲，今年咱国内的制造业景气真好，基本工资应该会起。也毋过饭店甲餐厅已经受到疫情的影响是真大。若说基本工资要起会甲经济部来讨论，提出薪水补贴等等的配套。今年台湾经济成长率按算创11年来新高。7月基本工资审议甲5倍元发放是同一天开始。再去劳动部、经济部各发会去立法院专案报告，官员这话，互外界拢有了，明年基本工资一定是起咯。今年如果从各项数据来看是这个调整是势不可挡哈。那我想今年疫情严重的日本、韩国已经宣布调整基本工资3%到5%。那我国今年外销、出口、制造业都表现良好，所以合理的调整基本工资，辅以相关的配套措施，我们认为不仅可以照顾边际劳工的生活，缩小贫富差距，而且可以扩大内需的购买力。毋过，资方代表一直反对调起，早起原本要去立法院外口诉求基本工资至少要起8%的劳工团体，改去工总商总外口下政贴来抗议。因为疫情以来都过得很苦，甚至要发5倍券，那涨一点基本工资合理吧？结果呢，这个大财团的老板说：“哎呦。”涨基本工资会倒，3个字，不要脸。
今年基本工资月薪是24000块，时薪160块，每年调的幅度是偌济？会正做劳资的拼场。类似消费市场因为本土疫情爆发，元气大伤。行政院指示，确实调起基本工资要有配套。劳动部回应，目前劳动基金是4兆8000多亿，就业安定基金是492亿，但审计结果出来，会搁甲经济部来参详如何针对大小餐饮业等受创行业做薪水差价补贴。记者综合报道。去年统计全台湾有超过8万的外送员，也毋过外送平台薪水计算的方式常常有争议。今仔有劳工团体甲立委就呼吁讲，应该透过公开的讨论，让外送员的待遇会当公开透明，来保障因的权益。浮动费率这个东西的计算公式，它是完全不透明，很多在这种情况，它原本预计可以拿到2万5到3万的，它可能只剩一半左右。外送员想要加趁寡钱，就要加走拒绝单。不过外送平台薪水计算方式并不是公开透明，后备少外送员不被清楚，唔知为什么佫被扣薪水。你的距离包含你的时间，他说都有记录，可是怎么记不知道。从薪资结构到他给你任何资讯都是黑箱的。你跟另一个同事在同一个地点点同一家店，可是2个人显示出来的外送费是不一样的。目前没有任何法令在限制平台的这些作为。外送行业伫疫情催化之下，人数慢慢增加。不过各大平台演算法拢无同，为复杂无透明，而且平台要改共识，外送员也无法度介入。若是降薪水，是要得到高的薪水，当然阁有长工时增加过劳甲职灾风险。薪资跟劳动条件这个调整的机制，它必须要让外送的这个伙伴知道，行政部门它必须积极的出进。劳工团体甲立委伫全球尊严劳动节公开呼吁政府相关部门应正视疫情之下无稳定的就业状况，佮主动调查清楚外送员的工作样态，还佮邀集平台甲工会等单位来讨论，做成相关的行政指引，希望有公开透明的演算法，促成公平劳动。记者综合报道。秋天开始芳攻击民众的意外是未少，双北消防局统计，敢若是9月份，互芳定着报案的数量都有28件哦。伫10月初3，淡水有一个姓刘的查甫人伫田林的做事去互芳定着，人昏去哦，附近的派出所就赶紧来救人，甲人送到病院。你有要紧无？阿良。好啊，我甲你开咯，甲你开咯。赶紧向前问状况，家属看起来真紧张，向警方求助，因为后座的一个家属倒伫车内已经昏迷。都惊错过黄金救援时间，员警赶紧驶警车协助开刀，将人送医治疗。原来这查甫人因为互芳定着，出现休克状态，性命真危险。因为当天是假日，车子非常的多，如果说叫救护车的话，恐怕会耽误更多的时间，我就立即开巡逻车替他们开道，只花了20分钟就到达马偕医院。警方表示，假日淡水车真多，有10公里的路程，烦恼经过送医才会到3工开刀。这姓刘查甫人初3到田内底工作，常常互芳定着，等于厝休困了后，精神状况愈来愈歹，甚至昏迷、吐白泡。家属看到赶紧驶车到派出所寻求帮助。入手了后，是虎头蜂这蜂类频繁出现的高峰期。猎蜂专家也提醒，已经发生真侪件虎蜂定时的意外，所以要特别注意。进到秋天之后，因为它的群体量比较大，然后再加上说它在欲望的时候呢，情绪可能会比较躁动，所以这时候呢是特别容易。秋天我们才说它是特别容易有人蜂冲突的一个季节。根据双北消防局统计，今年到9月，互芳定着报案的件数有161件，敢若是9月到28件。猎蜂专家表示，即马蜂主动攻击性正强，唔通大动作去赶，要马上离开才安全。无细致互蜂定着，上好要马上去看医生。记者综合报道。统计显示，桃园市15岁到24岁青少年自杀通报的人数，去年是头一届超过1000位。桃园市生命线协会是表示，青少年上困扰的是人际关系。足烦的，做啥物拢唔对，真想要去死。
根据统计，桃园市15至24岁青少年自杀通报人次，去年头一摆破千，来到1059人次。全国通报也为108年第3位，升到109年第2位，10659人次。头一摆超过万人，数据显示青少年哪来哪无快乐。科技时代的进步大家都惯用手机，我想大家都习惯透过文字来诉说自己的状态。青少年已经慢慢的转向用信件，所以他们不再用打电话的方式告诉别人他的痛苦。桃园市生命协会表示，网络通讯方式普及，求助信件当年提悬，桃园是全国第一。协会也发现12至29岁青少年自杀原因甲人际关系是第一。干杯斗阵的忧焦虑是第2，第3是家庭成员的问题，甲家人伤过关期待也是欠关心有关系。看别人都好像觉得比较快乐，自己是最苦的那一个。可是其实每个人都有生命中不同的压力事件，有人陪着你走一段路，还是可以度过人生的一个幽谷或低潮。人生就像一杯饮料，甜度变价拢有人介意，少糖少冰的青春滋味，甜中阁有苦涩。桃园市生命协会认为，自杀预防甲生命有真大关联，希望透过影片评选，让囡仔思考生命价值意义，搁试着传达出来，家己变强啊，也会当去帮助别人。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国溪华兰国小老师和学生做伙设计一台羽毛球的自动发球机，这台发球机嘛得到云林县科展国小组的第1名，真正无简单，咱做伙来看卖。发球机顺利将球一粒一粒发出去，并且会当发出无共款速度的球。你一定无想到，这是国小6年的学生，甲老师讨论几落摆才完成的。可是在接线的时候，不小心接错边，然后就烧掉了。去参加科展的时候，我从什么都不知道到知道一些机电的基本概念，比如说有马达这种东西，或是要怎么做一台羽球发球机。这台羽毛球的发球机是经过几下摆的失败才完成的，嘛有得到云林县科学展览国小组、电机甲资讯组第1名。负责科学展览老师表示，过程当中学生伫咧学习，伊家己嘛学到真多。所以我一直在帮他搭桥梁，就是去电子材料行问老板，然后我就跟孩子说，你们要认真听，因为老师也不是听得很懂。然后后来遇到困难之后，我们又去那个模型店的老板那边，那模型店老板就会做无小马达设计。那到这边我东西都收集完了，怎么接都接不起来。那我觉得这群孩子非常难得的是，他们遇到困难没有放弃，他们一直觉得我还可以再做什么。原底是想要减少教练上课的负担，但是即马机器发出来球路更较歹用，练习嘛更较爱专心。因为我们的反应力，因为你不会知道他要发哪里，他虽然很快，但是他可以帮助我们变得比较厉害。变比较灵活一点。对。校方表示，做这台发球机会当予学生用知识甲科学去解决生活顶面的困难。在咧过程当中，学习拄到困难袂当放弃的精神甲态度。记者综合报道。希望减少包装的本色所以新北市政府甲大卖场的业者合作，推出网络购物循环包，要来取代纸箱啊！业者嘛提出真侪优惠，要来吸引消费者使用。为着减少使用纸箱的包装，新北市环保局推出 U-Box 循环包，和卖场业者合作，针对中永和地区的分店，这代民众若伫线顶下订单了后，就袂搁再使用纸箱的包装，会改做循环包的方式来配送。若是消费者配合体型，业者会搁另外拍一送优待，循环包也都会当继续循环利用。我们预估一年最保守估计，大概可以减少将近5000个的一个纸箱的一个使用量。卖场业者按算成伫中永和的分店试办，再过来看感觉是通推行，也无排除扩大所有的分店跟队。业者嘛坦白讲，试办的实验性质真悬，下当本送优待，就是希望会当向消费者配合。主要是以奖励的性质，希望在第一波的测试的时候呢，能够鼓励民众进行循环经济的使用。新北市一年大约使用1400万的纸箱啊，现时已经改变民众的消费习惯，透过网络买物件的比例增加，也产生大量参像纸箱啊等等的包装材料。环保局希望透过新北 U-Box 的推广，会当大大减少资源的浪费。
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嘉义县东石二股湿地三南园区哦，这个生态是真多元，里有真侪鸟仔哦。台南昆山科技大学研究团队嘛伫湿地内底发现真侪新的物种哦，其中有3种哦是世界头一届发现的蜘蛛，阁有6种的蜘蛛是头一届伫台湾发现的品种哦。这个研究嘛刊伫国际期刊顶头。透过显微镜，才有法度看出蜘蛛整体形。一只台湾小零头蛛，阁有一只嘉义蜡蛛，阁有一只台湾自办蛛。这是昆山科技大学研究团队伫嘉义县的五股湿地发现的新物种。3种是新的种，新种就是全世界第一次发现，第一次把它描述出来，登在世界的期刊里面。那3种蜘蛛是世界头一届发现，阁有6种蜘蛛是头一摆伫台湾发现的。团队的研究成果也上国际期刊。洪义聪讲，团队对2013年开始采集数百种的蜘蛛物种的建本，由在这个硕士班毕业生陈国明甲林泰武到协助分类，才有安尼的成绩。这么多年都没有喷除草剂，这地方应该会有新的品种出现。从2013采集到发表2021这样子这么长的时间。五股湿地因为生态丰富，也是国际赏鸟的景点。这届发现的新物种新虎蜘蛛，会当吊伫鸟的身躯顶，有可能是透过盗鸟来到台湾。新物种用台湾甲嘉义来号名，也是希望世界看见台湾。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让民众了解60年前台湾农林的发展哦，林务局特别甲1947年到70年代收藏的9万张农渔会甲美军迄个航空相片出版做册，咱做回来看卖。相片中用蜡笔字记的笔迹，看起来像咧画图，其实是判图台湾东林地区发展的点点滴滴，记录60年前台湾森林甲土地利用的详实景况。这个是伫1947年到70年代所翕的相片，是由农渔会甲美军等单位所翕的航空相片，交予林务局农林航空庆留所管理收藏，今嘛已经积极成册出版。我们读它不再只是一个森林调查，也不是只是一个地形植物的测字，它还包括历史地景，过去的一条河的河道是怎么样流的，那过去的一个聚落它原始的有机的状态呈现什么样子，所以反而是有更多的一个阅读的可能性。林务局表示，这个相片重视呈现为航空的管道观察林地、河川、海岸等的变化，稳重大量经济甲人文的资讯。我们希望让这些影像能够还原、公诸于全民，因为这是属于大家的记忆。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在这片土地上认识自己早期的台湾，从一个比较宏观地景的角度，让它可以让我们的这个世人，然后国民大众、社会大众可以了解它的一些就是说可以读到什么样的讯息。那从这个图像中去了解我们的环境的变迁。为了将这挂珍贵的相片好好典藏，林务局请中建局协助保存，因为相片超过56000张，林务局已经加紧数位化的动作，希望挂伫明年底全数就网，让咱国民众透过相片的解释，了解60年前台湾农林发展的历程。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学总近代史驻地展览将伫松山文创园区等开幕，透过展览，会当来了解咱台湾现代学总的变化，做回来看卖。1950年代，台湾纺织是由政府扶持的发展的历程，真侪人拢知影。也毋过讲到时装的产业近代史，却是未必然了解。今年台北时装周推出台湾头一摆以国内设计师为主题7点。我们的台湾的第一位设计师其实是我们的母亲，因为是母亲决定我们要穿什么，那一路再进到真的有第一代的资深设计师是中兴百货。7点单位解说，台湾的时装品牌是在80年代开始的。1987年，中兴百货定位带动国内头一代设计师，甲国际品牌来并列。1990年，伊在百货成立解放区，扶持大量新生代设计师。也毋过随着2000年全球化竞争激烈，本土的百货公司在2008年前后拢关起来，全国台湾自创的品牌就安尼暗淡落来。一直到2009年，郭友文骑上国际舞台，时装业这个引起政府重视。这摆展出40多件有名设计师作品，不过要一日就来展出是真无简单。
织品本身要保存的话，那它其实需要一定的条件。像温庆珠，他本来打算拿他1994年去巴黎展的作品来展出，那配合那个年代的氛围。可是等到他要去挖这个东西出来的时候，发现他并没有用一个非常好像博物馆一样就是保存的条件，就布料可能受损了，所以他那件衣服就不能展出了。何总真无简单，对新电台进入展览的场所，文化部表示，未来会将主题点刷到台南生活美学馆，予中南部民众到店来欣赏参观。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开放移工哦，到今已经30多档了。国家人权博物馆头摆以移动人权做主题办展览哦，望讲互大家当来了解台湾的移工史。在生活中，食的、穿的、用的，到厝内看护工和外口做工的工仔人，世界拢看到移工的形影。为着让更较侪人了解国内70多万移工因的生活甲劳动状况，人权馆头摆以移动人权做主题，邀请15个民间团体到店来办展览。其实，这客工对台湾的社会甲经济拢做贡献的。这个贡献，想我咱台湾社会也你共看袂起安尼，所以主要是这个切入点要去做这个出发。台湾对1992年有就业服务法开放移工入来食头路，今年国内已经请超过70万移工。不过，民间团体认为移工的劳动条件还有真侪欠缺的所在，像无适用劳基法的家庭看护工、甲渔工。家庭看护工的上价基本工资17000。那渔工的上价工资并无规范，对疫情等好，国际上抢工的情形也哪来哪明显。因希望政府赶紧检讨渔工的劳动条件。阮一定要倡议的是讲，所有的外籍移工都要适用劳基法，好，这外籍移工有一个较好的、一个有尊严的劳动保障。这届展览叫阿优阿优，明仔载会更较好。阿优伫咧印尼话表示烧酒甲斗阵，也有爱家照顾家己，祝福对方一路顺风。人权馆期待这届展览对国内30年来的移工历史，互人更较了解移工真实的生活甲工作处境，互明仔载会当真正更较好。记者阿明金从海文新北报道。下晡8的天气，咱来看国管区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中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5度。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1度。华岛地区上低27度，上悬33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